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新年快樂！今日咧係大年初六，我先同大家拜個早，都唔早啦，即係拜個年啦，係嘛？咁樣咧，我就預備咗一句喎，就係咧祝各位咧就係裝備到位，馬到功成。每次嘅新年咧，我印象都好深嘅，因為咧新年樣樣都可以係新嘅，因為你以前咧我哋會買鞋啊，買衫啊嗰啲咁啊，買啲新嘢。咁樣咧新年樣樣都可以新嘅，都可以開嘅。咁不過咧有一樣嘢咧就避免唔開嘅，大家知唔知係乜嘢啊？就係開年啦。所謂開年咧，其實咧就係一啲中國嘅傳統啦、習俗啦，咁樣喺大年初一嘅時候咧，一家人都唔應該鬧交嘅，係嘛？都應該係和和親親咁樣去聚埋一齊去見下。咁樣咧更加唔應該打仔鬧仔，話罰人啊，更加唔好啊。咁所以咧一切恩恩怨怨咧都要喺即係過咗新年之後咧先再算。所以新年咧即係啲小朋友唔聽話嘅時候咧，我哋通常會講乜嘢啊？係啊，你想提早開年啊？咁樣，大家記唔記得呢啲説話啊？你哋開咗年未啊？今年嗱，唔知大家咧即係有咩感覺啊？我自己咧年紀越嚟越大啦，咁啊越嚟越明白咧，其實新年嘅時候咧，有一個長輩能夠提點你，同你開年，其實都係一件好美好嘅事嚟。保羅同提摩太就喺呢種關係入邊。雖然咧佢哋本來係兩個世界嘅人，但係咧就係因為上帝而入咗去主入邊，建立咗成為一個家庭，彼此相顧嘅關係。嗱，的確喎，關係嘅起點咧，其實在於彼此提醒嘅。咁所以咧，我哋咧今日咧就唔經唔覺咧就去到提摩太前書5章。我哋咧係喺教牧嘅講道入邊咧，我哋咧會一齊去睇呢個提摩太前書5章啦。而咧我哋之前睇到第4章尾，即係於姑娘上次講到嘅時候咧，保羅咧其實提醒咗提摩太，要佢咧唔好叫人小看自己年輕喎，要記得自己點樣學道，只要專心言語、行為、愛心、信心同埋清潔上，做好信徒嘅榜樣。嗱，咁第5章一開始，保羅又講乜嘢呢？保羅咧就轉為討論教會入邊唔同成員之間咧點樣一齊生活。嗱，即係剛才我哋讀嘅經文咧，大家都見到啦，即係嗰啲咧全部都係教會啲人入邊嗰啲人嘅問題啊，開始講嚇。而提摩太前書第5章第1節到去第6章嘅2節咧，如果大家有聖經嘅話，手上可以打開佢一齊睇嘅嚇。保羅提到咧，以弗所教會咧喺唔同嘅階層嘅人咧，保羅列出一啲對待唔同階層嘅人嘅一啲嘅原則。入邊當中咧，我哋剛才讀到咧，就係包括一啲老年人啦、老年婦人、少年人、少年婦人、長老、寡婦同埋奴隸。嗱，呢啲都係啲唔同階層，即係你唔係男就係女㗎啦，所以咧就包括咗所有人。所以咧，當我哋將所有嘢組合埋一齊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發現呢個段落其實係講到人與人之間喺唔同嘅年齡、身份、地位嘅差異底下咧，提摩太同教會應該點樣自處喎？嗱，由提摩太嘅角度去睇，面對教會所有人，保羅咧真係提醒佢，叫佢唔好真係以為即係覺得自己因為年少咧就唔知點算，要活出咧要活出一個榜樣咧，俾當時嘅人去跟。等教會上下咧唔單止領受住保羅書面上面嘅説話，更加咧要提摩太佢自己本身咧就係要活出呢一個嘅教導，然後教化，帶領住教會處理人事上面嗰個問題。咁而當然啦，要處理呢啲問題一定要有根有據、清清潔潔嘅。所以就係因為咁啦，提摩太前書除咗係整頓教會嘅大家庭嘅基礎之外咧，喺第5章1節，即係今日我哋所講嘅經文咧，就會討論到教會成員當中嘅家訓。即係呢個咧係保羅俾提摩太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家訓。而呢個家訓咧就係保羅藉住提摩太，藉住教會要建立一個同當時羅馬政府有分別嘅一個家庭模式。咁啲家訓係啲乜嘢啊？等我讀俾大家聽。剛才大家讀過啦，今次輪到我。就係咧，聖經入邊講就話，不可嚴責老年人，只要勸佢如同父親，
勸少年人如同弟兄，勸老年婦女如同母親，勸少年婦女如同姊妹，總要清清潔潔的，要尊敬那真為寡婦的。嗱，提摩太前書第5章嘅內容本身呢，其實保羅毫不隱，即係佢完全冇隱晦咁樣咧，去假想一啲親屬關係同埋家庭嚟到去表達嚟到教會嗰個概念，即係話我哋今日教會一家咧係保羅去嘗試去講嘅。咁但係咧，保羅呢度咧係刻意分開咗咧真正嘅親屬同埋教會同親屬嗰個分別喎。當中嘅原因咧係要俾教會知道咧，其實教會假想嘅親屬關係咧並唔係試圖或者係唔能夠取代有關家庭嘅社會慣例喎。點解我咁講咧？因為經文上面好清楚睇到就係話，我哋要面對一啲嘅人嘅時候，我哋要知道我哋要點樣做。我哋喺提摩太前書5章第4至16節嗰度咧，我真係唔知點做而家。得 OK 喺提摩太前書4至第5章嘅第4至16節嗰度咧，保羅咧就引用咗呢個寡婦為例啦。保羅咧就要清清楚楚咁樣去講明，假如有人係嗰個寡婦嘅親屬，就要一定肩負起佢嘅經濟責任。簡單嚟講咧，就係保羅唔容許信徒咧將照顧家庭嘅責任咧就推咗俾教會。而推俾保羅要清楚咁樣知道咧，就係話要求當時嘅信徒咧要自己承擔咁責任，等嗰啲寡婦咧唔使向教會求助。呢個其一，呢個係保羅刻意咧去將呢個教會嘅家庭同埋咧屋企嘅家庭嗰個關係上面個分別咧係分開嘅。而我哋要清楚咧就係話寡婦，如果有人即係屋企入邊有寡婦咧，佢哋直屬嘅家人咧應該係要照顧佢哋先，就唔係教會。所以咧就係同時亦都提醒咧，教會你應該分辨出有真正有需要嘅寡婦，或者真正有需要幫助嘅人。同時咧就喺教會有資源限制嘅底下，要果斷咁樣面對呢一個現實嘅問題。教會始終唔能夠一味咁樣盲目去幫助所有嘅人，要懂得分辨出真正有需要嘅人，以至到咧能夠係真係幫到佢哋，係成為咗佢哋即係生活上面嘅幫助嘅。所以咧就係正因為教會家庭唔能夠取代自己親屬嗰個家庭關係咧，所以今日咧我哋都唔可以因為唔中意自己屋企人咧，以致咧教會即係喺教會入邊咧返到教會就好似一個家庭咁樣好溫暖，然後就同自己講啦，我淨係會孝順上帝屋企入邊對我好嘅長輩啊、前輩啊咁樣樣。大家千祈唔好真係覺得詫異喎呢個。其實咧，我哋教會咧，即係我見到即係唔係我哋教會，我見到好多嘅基督徒咧，其實咧好好嘅佢哋，但不過咧佢哋好多時咧都對教會嘅長輩真係好過自己父母嘅，唔知大家有冇見過？而提摩太前書第5章1至3節，佢作出另一個例子，就係保羅俾提摩太有關點樣待人嘅忠告啦。保羅咧就去提到就係話點樣要看待老年人咧咁樣，喺聖經入邊佢咁樣講，冇事，可能個 PowerPoint 佢嗰個掣嗰度有啲問題。你幫我轉係啦，轉翻呢個係好嘢得，我自己撳得啦呢度，係啦，唔好意思啊各位，係啦。有另一個例子，就係保羅咧係俾提摩太有關點樣待人嘅忠告，就係咧點樣對待呢個老人家。當時羅馬政府咧就對老人家或者長者咧有2種唔同嘅觀念嘅。一方面咧喺羅馬人一啲嘅喜劇入邊咧，我哋好多時佢見到佢哋咧就係佢哋好多時都會笑老人家行事固執啦，或者係行事唔係好醒目啦咁樣。冇文化啦嘅笑話嚟到去嘲笑佢哋，當時羅馬政府係咁樣嘅，或者羅馬笑話係咁樣嘅。另一方面嘅觀點咧，就係咧要尊敬老人家咧，即係或者係當時有最知識啊、長老嗰啲咧，嗰啲有背景啊、有少少知識嘅人咧，去到一個地步咧係唔可以糾正佢哋嘅，唔可以糾正喎，甚至推崇到一個地步咧，羅馬嘅元老會啊，
基本上咧係唔會做一個錯誤嘅決定嘅。嗱，呢個有兩極嘅一個嘅好明顯嘅一個嘅分別。不過咧呢個分別咧就係我哋中國人都好類似嘅，就係咧因為糾正長輩本身咧，我哋呢個行為即係對我哋中國人嚟講咧，都係一個大不敬嘅行為嚟嘅喎。你會唔會同你父親去講一啲即係開名添啊？仲要乜，你咁樣唔得㗎咁樣，你敢唔敢啊？會嘅，有啲情況嘅，不過你唔敢咯。即係基本我自己唔敢啦。即係糾正本身已經係一件好唔尊敬嘅行為，仲要開埋名咁樣嗰啲。中國人開名咧係一個好大不敬嘅行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中國人咧本身我哋都一樣會出現同羅馬當時出現嘅兩極化情況嘅。所以咧今日咧我就為避免開年啦，或者同大家開年啦咁樣，我咧就唔會作一啲實例咧去講後輩對待長輩嘅兩極化問題嘅。不過咧，呢方面咧通常一講就明嘅例子咧，就係湊仔啦。如果大家睇到呢個圖畫睇得明，即係攆下嗰啲字啦如果睇得明嘅意思咧，就係咧原來咧其實即係湊仔同埋湊孫嘅方式咧係好唔同嘅喎，可以係嘛？湊仔同湊孫嘅方式係好唔同嘅。咁其實就即係好難講嘅兩代溝通嘅嘢咧，其實我哋好難分對錯嘅，冇話邊個啱邊個錯，兩個都話自己係有理有據嘅。咁不過咧就當中喺湊仔嘅過程入邊咧，或者湊孫嘅過程入邊咧，一齊拍埋一齊個中嘅感受咧，相信大家咧喺即係茶餘飯後啊都會聽聞過啊，或者係傾過談過咁樣。咁無論咧你喺邊一代都好，其實我哋都係想小朋友好嘅。係咪？我哋都想小朋友開心，只係立場同埋處事上面咧，其實係有啲出入嘅啫。磨合就梗㗎啦。不過咧，我哋作為傳道，我自己作為傳道咧，我都要講一句公道嘅話嘅。嗱，作為一個年輕家庭嘅，我認為咧，我個人認為呢個有長輩願意幫你一齊照顧小朋友咧，一齊面對生活困難，唔使兩公婆獨自面對咧，其實你已經係好幸福㗎啦。好多時咧，年輕嘅都應該要忍讓一下。講返保羅當時嘅社會文化啦，其實佢係咪真係要提摩太放棄提醒或者糾正老人家呢？呢個老人家當然係長輩啦，個意思係。咁其實當然即係一定唔係嘅。其實保羅唔係要提摩太放棄呢件事情。保羅係要提摩太謹慎去處理。保羅咧好有智慧咁樣叫佢咧處理長輩之間要揾到一個平衡點。而的確喎，羅馬嘅社會對年長嘅的而且確係有一種尊重，你係唔可以隨便咁樣去糾正佢。不過保羅亦都係即係同時間，保羅亦都強調其實應該俾長輩一定嘅尊嚴，唔可以嚴責佢哋。但係又同時講唔能夠因為佢哋年紀大就放任佢哋。咁所以咧，保羅咧喺提摩太前書5章17至19節嗰度咧，關於處理長老嘅問題嘅做法咧，就正可以利用喺呢個嘅，正係利用咗長老呢個職份上面係長輩級嘅人馬咧，建議提摩太去點樣與保護長輩嘅尊嚴底下嚟到去勸勉佢哋。嗱，我哋一齊睇第17至到19節。經文點樣講呢？經文佢話：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當以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勞苦傳道教導人的，更當如此。因為經上說：牛在場上睡谷的時候，不可籠住他的嘴；又說：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控告長老的呈子，只非有2、3個見證就不要收。犯罪的人當在眾人面前責備他，叫其餘的人也可以懼怕。嗱，個呈子咧，我就特登括弧咗一個指控嘅意思啊，即係嗰啲叫咩狀子啊，我哋咁嘅意思。咁其實咧如果我哋細心睇咧，就會知道呢一段即係呢個處事嘅方針咧，其實係同馬太福音18章15至到20節咧係有相似之處嘅，都係以2、3個人見證啦嚟到去判罪啦，或者係即係指出佢嘅錯誤嘅做法啦咁樣。
咁保羅建議提摩太咧，以基督耶穌提出嘅步驟去讓教會上下都知道咧，喺羅馬社會入邊咧，長老嘅地位雖然真係受到尊敬，而且咧認為係唔可以侵犯嘅，甚至乎咧有某個程度上佢哋係唔會犯錯嘅。不過咧喺耶穌教導嘅底下，長老仍然係會受基督嘅教導支配，佢係要受住耶穌基督嘅教導去改正。嗱，講到尾，保羅咧其實係希望提摩太喺面對教會入邊嘅老年人嘅時候咧，能夠帶有一個好有尊嚴，又要俾佢哋知道自己係會有所犯錯嘅機會，等佢真係明白真道，悔改歸正。呢個先至係保羅真真正正嗰個目標，亦都係突顯出保羅喺第2章嘅目標，要萬人得救、明白真道呢一個嘅心境。而呢個唔係而唔係單單只係嚴謹咁批評啊、指責啊，話佢哋做得唔好啊咁樣。呢個唔係保羅嘅心意。所以咧，保羅係要提摩太咧先成為願意指出問題嘅人，而且咧用合適嘅勸勉，期盼長者自己私底下有空間去深思、去思考同埋反省，以至咧對提摩太嚟講，老年人係真係似長輩嚟嘅，佢始終要做尊敬，而且咧提摩太嚟講説話係要謹慎嘅。因為佢係後輩，但係咧一定要處理得乾乾淨淨。呢啲事情唔可以有成見，亦都唔可以有偏心。就好似我哋剛才讀嘅21節咁樣。因為呢啲事如果一處理得唔好，我哋就唔難想像會發生啲咩事啦。後輩有樣學樣，係嘛？咁我哋就變本加厲，教會就會出現好多嘅問題。好啦，翻到今日嘅我哋。當我哋去睇呢段經文嘅時候，上帝嘅話其實就好似一把兩刃嘅劍咁樣嘅。正如上次於姑娘都係咁講，我哋今日既係老年人，又係少年人，唔係男就係女。呢個教導伸延到我哋每一個年齡層。如果你覺得自己係中年嘅話呢，我就恭喜你啦。點解啊？因為你成為咗夾心階層。我哋要睇年長嘅如同家中嘅父親，年少嘅如同家中嘅弟兄，一樣去勸勉。保羅要我哋喺教會入邊呢，能夠成為一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入邊，要活像家庭，而喺家庭入邊要活出基督，表裏如一咁，唔能夠抽身，亦唔能夠唔理。呢個係保羅佢呢段經文入邊所要帶出嘅嘢。嗱，不過講到教會要活像家人，又唔可以抽身，又唔可以唔理呢。我其實真係有啲唏噓嘅。講到呢度咁當然係我寫嘅時候，我覺得有啲唏噓啦。我希望大家呢，俾少少時間我呢，用我坦白咁樣講呢，我幾十年，我唔係幾十年，10幾年嚟呢，牧會嗰個感覺。牧會之前呢，我喺商業社會做嘅，做事情嘅。咁所以咧，我喺商業社會度我都有做過打滾過。咁但係咧，其實一到轉咗去牧會之後咧，其實初咧我都唔覺㗎嚇。不過咧，作為傳道之後咧，會議又開多咗啦，係咪？知道又多咗啦，認識多咗啦，聽分享又多咗咯。即係我專責係聽分享嘅，我主要見到教會嘅問題，同時間亦都多咗好多。活到今時今日嘅教會，其實因為世界文化嗰個轉變呢，就真係有啲地方呢，我哋要一齊警醒下。所以我都喺度同大家坦白咁樣去分享。教會本身呢，就應該係一個家嚟嘅，而且呢係一個共同生活嘅地方。嗰個字白咗，我哋睇唔清楚。嗰度係共同生活的教會。不過呢，實際上又點樣呢？教會弟兄姊妹嘅關係狀況就變得好似我哋身處社會嘅工作嗰啲同事咁樣嘅嚇。嗱，我唔知大家覺唔覺嚇？等我解釋一下。今日咧，如果我哋今日要投入一間教會去生活咧，其實咧去一間新嘅教會，大家有冇試過啊？嗱，我最近試過啦嚇。當然我唔係講同大家嘅情況啦。嗱，當要去一個新嘅教會去投入生活嘅時候咧，就好似咧去咗一個全新嘅公司去工作咁樣喎。基本上咧，我哋大家都係由低做起啦，係咪？我哋由低做起，基本上都係用啲手把眼見功夫嚟到開始嘅。咁我哋教會都係㗎，我哋去到一間教會嘅時候，我哋通常係做乜嘢？搬凳先啦，
我有幾十年搬凳經驗我唔知大家係咪啊？咁即係我哋都係由啲手板眼見功夫開始嘅，到累積到一定經驗嘅時候呢，而且對一啲事務開始有啲熱誠嘅時候呢，我哋呢就好似即係當我哋認識深咗啦、多咗啦、知識又多咗啦，或者好似我咁呢去進修之下，又再空降入翻啲公司嘅時候呢，就會去開拓一啲新嘅業務啊，或者承擔一啲部門去繼續發展同埋培訓。咁當然啦，亦有一啲見到隔離公司呢好似福利好啲喎，咁然後呢就會走去跳槽過檔，似唔似今日教會文化？嗱，講下返工，做嘢嘅時候呢，我哋日日喺度朝見口晚見面，一齊去廚房飲咖啡，去球場打波，大家都會做好自己嘅份內事情，努力做好，甚至咧願意做到為做到最好咧而不顧一切。即係捱更抵夜，咩都得努力嘅同時咧，身邊嘅同事即係人來人往啊，當中唔同部門嗰個變化，公司喺市場上面嗰個價值同埋存在意義啊，其實我哋都唔使太知道嘅，係嘛？甚至咧公司出嚟嘅產品對社會嘅意思啊，或者貢獻啊，有啲咩貢獻呢？除非你係有相關，即係或者你係即係市場部啊嗰啲人呢，否則咧其實我哋多數都會點樣啊？不聞不問。總之咧，我哋即係努力做好本分就得啦。外面點樣睇公司，只要唔影響自己，有糧出，我哋就一定好知足噶啦。咁對內又點樣呢？部門入邊唯一要交流嘅時刻，通常就係要合作，或者咧要安排地方用。嗱，上有政策，唔係上有對策，下有政策，係咪調翻轉啊？證明大家好留心聽我講嘢啊！多謝大家咁上有政策就下有對策，我寫低我都讀錯。咁當然咧，文化催化嘅強大資訊科技部咧，即係資訊科技部咧，佢要成日我哋都會要求佢咧提供一啲方法，就係幫助我哋咧唔使同人講嘢嘅情況底下咧，去處理大部分事情嘅喎。甚至咧公司都唔使返 work at home， 個個都開心㗎啦，個個都中意嘅。既然工作上面能夠減少溝通、減少返工，咁所以當講到公司每週嘅聚會啊，或者每月嘅例會啊嗰啲，咁啊梗係避得就避啦，係咪？冇理由會走埋去㗎嘛，可免則免。而公司嘅行政呢，就應該要講效率同埋效益嘅。公司嘅運作係咁，咁人事又點樣呢？努力大半生嘅老前輩，退咗休之後，就真係一走了之，變成一個隱世高人。當然啦，仍有即係教會好多唔係教會公司咧，仍然有選擇繼續努力工作嘅，年紀大咗仍然勞勞碌碌咁樣為公司去分憂。嗱，大家睇一睇今日嘅教會同我所講嘅公司文化有冇分別啊？有冇啲唏噓啊？今日嘅教會係咪俾社會催化緊向世界嘅方向走呢？特別係今年我哋口口聲聲話要裝備侍奉主，簡單嚟講就係再培訓。問心講，你真係覺得需唔需要啊？你覺得真係需要就裝備咩？你自己可能你都會話我喺度幾十年啦。我哋今日喺教會都有自己嘅角色，我哋都返得好好咯。我哋歷練已經好多啦，而且夠多。你仲想我裝備啲乜嘢啫？或者你會話我哋淨係搞掂自己侍奉嘅工作已經好忙噶啦，技能上仲要點樣裝備呢？我哋咪做緊咯。其實我喺香港嘅時候咧，聽到一個家庭分享。佢哋咧同我哋一樣，其實日日都各有各忙啊。爹哋就日日加班，成日都半夜先返到屋企啦咁樣。媽咪咧就喺醫院嗰度工作嘅，朝頭早輪班，然後輪嚟輪去，總之就喺最忙嘅時候就輪到嗰啲更咁樣嘅。咁哥哥咧就忙住要考試，日日都閂埋房門。妹妹就要補習啊、學嘢啊，行程安排得好密嘅。
食飯嘅時候咧，成日就係邊個翻屋企先咧，就邊個食先。總之就即係喺飯台嘅時候咧，通常就得一個人嘅啫。好彩嘅有兩個，安安靜靜嘅。主要屋企即係發生嘅事情咧，主要嘅聲音係出自咩咧？就係個電視。雖然咧即係住喺大家即係一家人入邊咧，住喺一個同一屋檐下，功能上面各按各職，但係咧大家接觸面嘅時間咧其實唔多嘅。咁有一日咧，突然間停電喎，呢個家庭，成個屋企黑晒。咁 WiFi 當然冇啦，係咪？又搶唔到人哋屋企嗰啲 WiFi， 因為隔離都停電啊嘛。只能夠咧，大家真係坐喺個屋企入邊發呆，因為咧即係有啲人咧真係唔習慣靜嘅，即係一坐喺度靜咧，佢周身唔舒服咁樣嘅嚇。咁樣就唔習慣靜，所以咧妹妹咧就突然間就話：不如我哋嚟傾偈咯咁樣。呢個即係好似好核突咁樣，但係咧一開始的而且確係有啲尷尬嘅嚇。但係後來慢慢傾開咗咧，咁樣爸爸咧就開始講佢公司咧最近壓力好大啦。媽媽就好想其實話俾即係嗰啲仔女聽，其實佢真係好想準時翻屋企嘅。咁哥哥咧亦都承認咗自己讀書讀到好辛苦，咁所以咧成日唔敢開門面對大家。而妹妹咧其實咧佢自己都坦白咁樣講，就話其實佢只係想一家人一齊食飯啫。咁喺嗰一晚咧，佢哋真係傾咗好耐，亦都笑咗好耐。嗱，呢啲係真事嚟嘅喎，我聽到嘅見證。之後佢哋發現咗咧，其實生活總係會忙碌嘅，但係佢哋決定咧，以後咧每個星期咧都留一啲時間一齊食飯，好好咁見下面傾下偈。原來咧，其實我哋會睇到一個家嘅目的咧，其實原來唔係淨係建立一個家有瓦遮頭咁簡單。我哋唔係淨係想個家入邊運作順利、三餐無憂就足夠。我哋嘅一個家咧，其實係一家人經過勞勞碌碌之後，其實咧能夠係有一個共同生活嘅空間，既有交心嘅人同埋交心嘅地方，一齊去享受一齊嘅時間。呢個先至係一個家真正嘅目的。今日我哋教會其實我哋崇拜運作順利，團契又和諧，事工又按部發展。其實呢個係好美好嘅，我哋都做得好好，我哋應該讚自己嘅。我哋既能敬拜上帝，亦都有同心嘅同伴。不過我都想問大家，當崇拜完咗，聚會結束，事工完畢之後，我哋一齊收拾好檔攤。你離開之前，你有冇覺得你真係返咗教會呢？你有冇認識多咗剛才同你一齊並肩作戰嘅同伴呢？佢嘅生命故事其實你從來知唔知道嘅呢？定係教會嘅同伴其實就好似一個公司同事咁樣，搞掂收工，然後各自生活呢？當講到教會要裝備，技能上我哋有時都會自覺得係盡善盡美，因為我哋真係不停咁樣去改進。但係當我哋停低手上面嘅工作，同人去一齊去傾下事工嘅時候，其實可能咧有時我哋會發現有意無意之間咧，我哋一齊又會發掘到一啲新嘅問題、新嘅處事。嗱，其實我真係好期盼咧，大家身處喺教會嘅侍奉，其實唔係一啲冰冷冷嘅工作，唔係一啲啲一件一件嘅差事，而係你真係有一個機會去同人結伴、去同行嘅一個機遇。而我哋要裝備，其實唔單止係事工上面嘅技能，我哋更加要裝備我哋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去重拾返我哋教會嘅人情味。因為保羅提醒我哋，教會嘅人同事同今日我哋喺公司工作嘅唯一分別，就係我哋做事要好似一家人咁樣，願意一齊生活，同心同行，彼此相勸。就好似上帝做我哋，同我哋同行一樣，上帝以我哋為至寶，既唔會抽身，又唔會不顧，救我哋返到去佢身邊，
而當耶穌活現上帝嘅時候，佢更加願意向我哋表達意願，分享佢嘅哀傷，彼此服侍。我相信上帝今日要我哋同行侍奉，其實係要藉住侍奉拉近我哋人與人之間嘅距離，建立關係。正如舊約時代，上帝係先同人去同行嘅，然後先至後期先至為自己預備建造聖殿。耶穌要我哋做嘅事情，亦都同樣永遠都係以人為本。我哋今日教會，我哋今日翻嚟教會侍奉上帝，我哋千祈唔好行錯方向。我哋要行翻正上帝要我哋建立嘅教會係點樣。可惜嘅係，今日嘅教會被世界文化催化。從歷史我哋都會見到，事工係做得好啊。不過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就合則同行，不合則去。幾十年嘅信徒都寧願獨自受苦或者孤獨，都唔願意分享佢嘅難處，接受互相幫助。而今日願意係企出嚟俾大家去為佢嘅難處禱告嘅人，亦都越嚟越少。我哋都因為怕麻煩人，所以只係求上帝。不過久而久之，教會就完全失去咗互相幫忙嘅文化同埋見證。我後生嘅時候呢，就聽過一個好簡單嘅分享，就係一位上咗年紀嘅老婆婆，佢過去嘅日子每個星期都幫忙去車一啲人返教會崇拜。不過呢，到佢年紀大咗啦，揸唔到車嘅時候呢，教會有一位姊妹去到同佢講話，唔好意思，教會而家已經冇人可以抽空去車你返崇拜。當年呢個分享我成日都記得嘅，好深刻嘅對我嚟講。不過呢，即係年輕嘅時候啊嘛，咁樣我梗係唔記得咗一段時間啦。咁到今日呢，我寫呢篇講章嗰時，我又記翻起。不過咧，當我記翻起呢個分享嘅時候咧，其實我自覺都應該唔需要太擔心呢個問題啦，係咪？因為咧，即係先唔講今日咧可以藉住網絡嚟到參與教會崇拜或者主日學，將來咧我相信我應該可以坐啲無人車翻到教會，然後 send 翻架車翻屋企，泊車都唔使擔心，係咪？我諗係咁嘅嚇，更加咧唔使擔心要人麻煩我嚟到車我。又唔驚咧，我會悶喎，因為亦都唔使擔心阿仔仔嚟照顧我喎，因為點解啊？我相信會有機械人嚟到去幫我做家務，或者陪我打機。遠親不如近鄰，好快好快好快，遠親嘅距離就真係越嚟越近，近到連坐喺你隔離都覺得遠。因為我哋嘅鄰近，即係近鄰咧，就其實喺個掌心入邊。大家知唔知咩嚟啊？梗係唔係電話啦，手機啊嘛。到嗰日，教會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又會變成點呢？我哋今日呢一代其實點樣成為下一代喺教會共同生活嘅榜樣呢？我先唔講將來。今日我哋嘅小朋友，其實我哋差唔多要逼佢出去同人玩嘅。將來佢哋覺得需唔需要群體生活呢？呢個我都成一個問號。可能呢個就係魔鬼令到教會喺社會入邊失去功能嘅一個新招都唔定。我哋唔排除呢個可能，因為上帝話：那人獨居不好，所以世界就走向另一個方面。就係要人享受獨自生活。如果我從教會牧養嘅層面去解釋，我哋呢個年代教會嘅現象，其實都係一啲分齡牧養嘅藍圖底下，其實已經知道嘅缺點嚟嘅。即係我哋個個有唔同嘅年齡層去生活，各自嘅生活。大家千祈唔好誤會喎，其實分齡牧養本意咧，其實係好嘅，因為咧咁樣可以依照唔同年齡層嘅需要咧嚟去設計聚會或者教導。例如咧，我哋兒童主日學啦，咁青少年團契啦，少年小組、成年小組啊，長者關懷啊咁樣。分齡嘅牧養咧，其實係有佢嘅好處嘅。但係喺實際嘅運作上面咧，的確出現咗一啲問題，令到我哋今日嘅教會變成咁樣樣。
呢啲嘢唔使睇書㗎，其實即係好多㗎。其實 AI 一撳就知㗎啦。如果大家唔識搞 AI 咧，就快啲報名星期二晚嘅週二課程。佢哋嗰度會幫到你，你會了解咩叫 AI 同埋影響係乜嘢嘢。咁不過咧就 AI， 即係我就請 AI 咧就幫我列出咗一啲咧分齡牧養嘅問題，而我講出幾個問題嘅狀況，睇下大家對唔對，即係對號入座，對唔對到我哋自己教會啦嚇。嗱，分齡牧養嘅問題咧就係世代之間咧缺乏連結。即係咩意思咧？就係分咗齡之後咧，各自嘅年齡層各自活動，彼此接觸少咗。小朋友嘅唔識長輩，年輕嘅唔了解即係成年人嗰種嘅壓力。教會咧就變成咗咧分區嘅地方，就各自經營。呢個就係分齡牧養，亦都減少咗即係屬靈個家庭嘅整體性。嗱，第二樣係咩咧？就係家庭功能又削弱咗咯。分齡牧養，因為咧父母咧就變得專注，淨係帶小朋友咧嚟到去擺低俾兒童部，咁跟住然後咧就自己嚟翻崇拜，跟住然後咧就接翻佢走。咁基本上咧，其實所有嘅教導本身咧就變咗喺教會入邊咧就會做晒，即係變咗信仰外包化，即係嗰啲咩，即係咁樣。咁而家庭咧就變咗傾信仰嘅時候咧就變得有啲尷尬啦，就變咗咧好少去講啊，好少分享啊咁樣。好少去做呢啲嘅屬靈關係嗰上面嘅討論。而第三個情況咧就會點樣啊？就會青少年就會流失咯。咁有啲教會青少年喺學生嘅時期咧有自己嘅團契啦，係咪？但係升咗上大學，進入咗社會之後，就因為咧好難融入去成人嗰個嘅圈子啊，因為佢哋本身已經圈晒啦嘛，咁樣就好難融入去，咁所以咧就會即係好難去參與呢個嘅群體嚇。而最後亦都係最嚴峻嘅咧，就係有一啲標籤化同埋刻板嘅印象，容易出現咗年輕人就係咁啊，長輩都係保守嘅咁樣，呢啲咁樣嘅負面嘅印象，以至到咧即係加深咗教會入邊內部嘅代溝問題嚇。呢啲我哋都會見到。不過雖然有呢啲問題咧 ，AI 都話咧，其實分齡牧養本身咧就唔係死症嚟嘅喎。關鍵係在於咧，我哋人與人之間咧，其實我哋願唔願意去建立兩代之間嘅連結。例如係點樣樣咧？就係定期安排跨年齡敬拜嘅服侍啦，即係彼此服侍啦，加強接觸啦咁樣。呢啲即係大家都會知道嘅可以做嘅事情嚟嘅嚇。建立一啲嘅 mentor 制度啦，即係屬靈陪伴啦。其實呢個咧唔限制於個人嘅喎。即係團契與團契結伴一年，或者係小組同小組之間結伴一年，其實都係可以嘅嚇，就冇咁尷尬。有啲嘅長者或者前輩去做一啲嘅分享俾啲後輩知道咧，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更加咧，我哋可以推動家庭一齊嚟到參與教會啦嚇，以家庭為首，同心同行。特別係俾小朋友即係有小朋友嗰啲咧，或者有孫嗰啲咧，就俾佢哋知道咧，就由細開始咧，就係返教會唔係一個選擇。即係英文嚟講就唔係一個 optional 嘅選擇，呢個都好重要。咁最後啦，就係俾即係青少年有參與主日服侍嘅機會，俾佢哋參與大堂崇拜，建立一啲嘅歸屬感。嗱，正如今日嘅經文，上帝喺教會入邊，上帝嘅教會入邊咧，我哋就好似一個有老有嫩嘅家庭咁樣樣。我哋身處喺其中，其實可以有好多麻煩嘅。不過咧，喺個家庭以外嘅人眼中咧，其實呢一個可能係有一個好令人羨慕嘅畫面嚟㗎嚇，即係我哋會彼此麻煩，我哋會彼此相顧，但係咧喺外邊人睇落嚟嘅時候咧，我哋呢一個係一個好美好嘅圖畫嚟嘅。當世界其實即係當呢個係一個美好嘅圖畫嘅時候，當世界用科技催化我哋要過呢個孤單嘅生活嘅時候，呢個圖畫喺一個將來嘅時候，即係未來嘅日子，只會越嚟越明顯嘅。如果我哋唔努力去建立我哋教會嘅人情味，我哋將會同世界係變得差唔多。無論你覺得科技係唔係好事定係壞事，喺我眼中，孤獨呢樣嘢一定唔係上帝嘅心意。我哋要警醒，因為咧上帝要我哋做嘅就係好簡單嘅啫。就係當你見到有人餓嘅時候，你俾佢吃；渴嘅時候，你就俾人喝。有人做客旅，你留佢住；
見人赤身露體你就俾佢穿，病咗你就去照顧佢，坐監你去探佢。我就係話俾你知，呢啲事喺教會你要做喺教會之入邊最細嘅一個，呢個就係做喺耶穌嘅身上。嚟到總結，今日嘅經文提醒我哋，教會入邊我哋唔好一味喺度嚴責，喺度指控。我哋要學習彼此相勸，視長者，視唔同嘅人如同家中嘅父母，年少嘅要當佢係一啲弟兄姊妹。喺教會入邊要活像家庭，喺家庭時候我哋要活出基督。因為家庭本身就係我哋活出信仰嘅一個起始點，而呢個就係我哋嘅家。我哋要努力去裝備自己，等愛證浸信會成為一個真正嘅屬靈嘅家。我哋要打破僵局，唔好分年齡。我哋要跨代服侍，一齊去哀慟，一齊去被裝備，一齊去共度時間。因為我相信，俾耶穌接去天家之前，所有教會都唔會完美嘅。但係起碼我哋今日一走埋一齊嘅時候，彼此相扶，我哋呢就唔即係我哋呢度呢就唔會即係唔係我未必係一個金窩或者銀窩，但係就一定係我哋自己嘅草窩。呢個係我哋享受舒適嘅地方。我好感恩今日呢喺呢個今日入邊呢遇到呢篇關於家庭嘅經文同大家分享，因為上帝嘅時間係好好嘅。藉住今日分享，俾我鼓勵大家去繼續參與主日學。因為咧，教牧同工為大家預備嘅主日學，下星期開始咧就會進入以家庭去裝備侍奉主嘅題目。如果大家願意，唔好俾科技成為藉口，我都好期盼大家一齊實體嘅翻到嚟教會，一齊翻主日學，用實際嘅身體力行，扶老攜幼嘅活出教會見證，建立呢個家，讓呢個家成為活現喺世上面嘅天國。更加咧，讓身邊未信嘅人可以有家可歸。今日我哋加入我哋即係讓佢哋未信嘅人能夠去加入我哋呢個滿有人情味嘅家庭。而今年馬年，我都想再一次祝大家裝備到位，馬到功成。正如箴言21章31節所講，馬是為打仗之日預備的，得勝乃在乎耶和華。所以我祝大家可以喺馬年裝備自己，預備好跟隨上帝過得勝嘅生活。我哋一齊祈禱。天父，我哋感謝你，賜我哋有使命、有教會、有時間可以侍奉你。求你教導我哋回應你嘅愛，先喺教會入邊彰顯，再照亮我哋接觸到嘅社區。又願教會嘅每一位都願你賜福，既能享受生命，更可以榮耀你嘅名。我哋嘅禱告係奉賴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求。